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来，咱要来开始啊！好啊，来开始之前，我听讲你有特别想要甲 Clubhouse 有关的代志，想要甲大家来分享，甲来回应一下，是毋是？哦，是无毋对啦，毋过你嘛爱先互我介绍一下。对，对，咱个无共拍这个招我咱头前一直伫开讲，所以袂记甲大家拍招。欢迎大家好，我阿迪。我吼坐无改名，徛无改姓，就是我。雪红，一般咱是讲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会讲法啦，你欢喜的。我无要做学家，无要做作家。来，雪红姊，顶解迄个咱前一集伫开头先咧讨论即个电视聪老师的专访吼，即先生的专访啊，伊有去听哦，伊伫我的即个 Facebook 粉专吼，伫个专业顶管有留真济哦，伊敢听真好耍，真欢喜的感觉安尼。我是要甲这阿聪讲啊，你害我爱看耳孔科，你讲几落的句话，我听拢无，我咧怀疑讲我耳孔有问题的款的吼。好了，当时咱讲较紧吼，或者是安那加减啦。嘛，紧有啥物问题？你甲我讲，或者是你伫留话吼，还是你伫节目内底甲问？你甲问伊会甲你应啦，伊会甲你应安尼。我见你阿德阿德啦吼，亚德，伊拢讲，伊拢叫你阿德啊。无啦，伊讲阿德来开讲。我会甲伊传达安就好吼。你拄则问的吼，我先甲各位介绍者，我拢无卡本咧，无错，所以讲吼，有些拢随在安尼来吼，水来土淹安尼吼，水来土暗，兵来将挡，水来土暗啦。所以讲我是完全无卡本，有时就要问嘛，会袂记起。我即马有几落诶问题要来讲一下吼，我想要追踪一个人。follow 的对吧？对。伫倒位？你要伫倒位对从什么款的平台？无，你毋知还佫会记哩啊无？伊吼用咱的，你讲蓝牙吼，我甲伊讲，伊就是播音器啦。我甲号名做播音器，为什么呢？因为我捌看咱以前拉radio嘛，吼，拉radio嘛是拢就是安尼放送音乐出来啊。你若讲放音，又佫听足奇怪。我心肝伫想讲，我即个蓝牙就是来甲我做一个播音器。对啊，你甲回想者，哪个播音器啊？你甲回想者，有一个阿斌啊，你还记无？你讲放互因放互因87岁妈妈听，即马甲问好一个，捌佫放互听无？阿斌啊，佫有伫听无？留者话甲阮讲一个。我就是要追踪一个哈。佫有一个咧，咱一个跆拳道茶，我咧讲，即个人你应该是听。这是伫Clubhouse 顶管对。有一工伊就甲问我爱做总会啦，安尼讲伊就听有啊啦吼。伊讲做我是毋是甲亚特伫讲？即马甲你正式回答，规章好好，无错。非常好，你听有无？你伫 Clubhouse 顶管用的名毋是用雪红啦，对，但是伊是讲另外的声音讲，安尼是无？我即马甲伊正确回答，非常好好。其实真侪人会伫问即个问题，对无？对问讲，你是毋是迄个像吼？有伫听即个我节目的人，可能会问。那当时敢若大部分时阵你是无正式来回答吼，对，无我人讲半用别个身份帮做算帮甲大家开讲，莫讲大家拢一直要问
这咱做 podcast 的内容啊，啥会啊，款我的人哦较低调啦，较保守啦，较传统啦吼，所以安尼讲用笑所以呢真正你伫做即个有差不多2个月嘛，差不多2个月即个台语榜的时阵都，迄时阵都无特别甲大家讲你有伫做 podcast 即件代志。啊，大家讲我都拢无卡本，啊，拢凊彩回答安尼尔吼。啊，所以你今仔日讲有问题，你甲我讲，我甲你介绍讲，无你甲听看觅。啊，你甲伊真学了啊得语言吼，讲真顺口。啊，真甲你多谢，你甲伊学了吼。啊，你若有闲，啊，即阵要甲鼓励，啊，你再过来听吼。啊，你有啥物问题，你等下甲伊留话。对啊，你当足专业的，爱叫大家来留的嘿。你若有用即个 Apple Podcast 还是 Mixerbox 啦 Spotify 吼，拢会使拍星啊，吼，麻烦你甲我拍个星啊，过来你嘛会使留话，毋管是伫 Instagram 还是 Facebook 顶管拢会使，吼，你只要查亚特聊聊天拢查会着。这位先生啦，吼，啊，你直接甲亚特留话聊话，共款意思啦。毋管你是要甲阮鼓励，毋管是对双方姐啊，还是对我拢会使吼，都要留话互我，若是要讲开讲即个，或者是有啥物款的问题伫节目内底，我有讲着，可能你毋捌听过即个词吼，啊是安尼，比如讲我昨昏伫讲条件啊。条件啊，就有人讲，阮遮无安尼讲，迄啥物意思？吼，逐个可能反正我有诶物件，我想讲，逐个拢有，拢知影，吼，世界拢有，啊，可能其实每一个所在无一定安尼用，那你嘛使来留话来甲我问，啊，我当然嘛会甲你回答安尼。伊会甲你回答啦，吼，啊，你会记哩听，你讲即句我嘛听较足特别，讲我拢听着，啊无信呢，咱会讲拢听着，咱即讲啊，我拢听完啦，全部拢听过啊，拢听完啊。啊，你讲我听着啊，你头一摆听诶咧，特别讲，还是你无拄好，同我去讲着，我嘛毋知影，啊嘛是多谢你啦，感鼓励，感恩哦。迄段算只有专工搁放互我听，伊当会使 replay， 会使回放，放出来互大家中听呢。那我有听着，吼嘛，感谢你诶即个介意我诶内容，介意我诶节目。啊，毋免介绍查某囝互我，无要紧。但是即个，你查某囝是几岁？甲买多济尔？你无讲你查某囝拄做多济，这不得了。我嘛袂去家问，反正无好啦。因为我听伊诶声，我嘛听无啥会出来讲，差不多几岁啦。人诶声歹杂。对，然共款。同样吼，我诶声嘛歹杂，吼，无伫较虽然你认为讲这是一个少年人，无伫较我比你较侪岁有可能，吼，这真歹讲，真侪人诶，真侪人拢发现即个问题，吼，就是想讲我比因较少年，感觉其实我拢比因较大，吼，所以即个会所诶代志咱都无想要讲啦，吼，但反正就是安尼，感谢你诶即个支持啦。即摆诶年龄吼，有些真歹杂啦，吼，啊，若讲年岁确实是较无达钱啦。嘿啦，因为这真健康、平安、快乐较重要。若是有伫以前有伫保持家己的一寡情形，不管是运动吼，或者是面该洗就好好洗，等等这身躯该洗就好好洗吼，毋管是这的物件吼，其实当人。看外形、看听声音，其实无一定会准，无一定会准确吼，所以会所无重要啦，咱吼身体好较要紧啦。对，但是查某囝毋免吼，多谢你。我嘛免介绍女朋友互我，好多谢。人是讲甲你讲笑，你还真认真哦。无啦，莫讲生笑。还有啥物物件想要甲大家来开讲一下无？这无安尼就好，再留言，无咱吼，会讲袂完，讲袂煞吼，咱故事真长。纯粹吼，顺连就是讲阿迪来开讲，但是当中嘛是有内容啦，吼，头前懵啦咧，嘛是爱入正题。无错，吼，来即个伫咧入边咱这故事进前吼，甲先来甲大家介绍一下活动吼。自即个新历的正月15，1月15号吼，正月15开始，一直到正月30，新历哦，国历的。新历哦。咱就已经是新历正月啊。今日初9吼。对，新历正月初9啊，吼，过几工啊，后礼拜的代志，应该是后礼拜，差不多吼。即个正月15的时阵，一直到正月30，也就是围炉的前一天。今年围炉是正月31，吼，新历正月31。好，伫咧即个台北上有名即个年货街，也就是大稻埕迪化街、迪化街。这有名，大家拢知影南北会。对，南北聚会安尼。是。今年都首度引进即个街头播音室来做 live podcast， 街头播音室，来做即个 live podcast。
嘿，无错吼，就是 podcast 的这个直播放送，这个放送吼，毋若敢若网络顶悬有伫做直播，直播是有影像的，就是你看会着人吼。那现场规个大场店嘛，拢会听着。播音室咧，个规间拢个是透明的，所以安尼有压力咧，压力真大。你会使看到内底的人吼，你会使甲内底人拍招呼，伊反正嘛伫遐拿放送吼，拿甲你互动安尼。想要甲大家介绍即个活动吼，是因为即个亚特聊聊天就来开讲咧嘛，有伫活动的名单内底拍扑啊，拍扑啊，拍。我伫咧新历的正月17号，也就是离当初8天啦吼。下晡的3点至5点，会伫即个迪化街吼的即个街头播音室，台北的迪化街，大稻埕迄边吼，伫永乐市场迄边，遐有一个有名，卖布有名，永乐市场，这街头播音室来现场放送。咱的听众朋友，天兵天将若是时间有多，啥讲即个天兵天将，我前一阵我前一阵讲算就讲真济即个创作者或者是伫网络写一寡物件人，对因的支持者拢会帮伊互一个较古锥的名。咱过去拢叫什么粉丝吼，但是敢若较无趣味啊，大家开始会根据家己即个。因的特性吼，或一寡奇怪怪的名，我想咱就做亚特聊聊天嘛，咱支持者就做天兵天将。安尼嘛，敢若我讲就请伊啊。好啦，不管啦吼，但不讲生笑，然后咱的听众朋友是天兵天将，你时间若有拄好，那当然你要搁较。在地搁较台语讲法咧，是讲多合会拄好，让大家讲这真正会晓台语吼。多合会拄好，就是时间可以，是你，是年你就就是你的时间配合会来吼，因为正月17号是拜一啦，吼，下晡3点至5点嘛。欢迎大家吼，若有机会来到即个迪化街吼，就即个街仔即边吼，街头播音室，会使来甲我拍者招呼吼。若有想要甲我开讲，嘛会使伫现场咧节目结束了后，就是5点结束了后，来找我开讲一下无问题吼。当然无法度，可能无法度甲你一概讲2点钟啦。但是因为毕竟迄时已经5点嘛，我嘛是爱离开，但是只是讲大家若有兴趣，欢迎大家来做伙耍。大家来帮开讲。若想要亲身看着我本人，生做是圆是扁，你嘛所以当然。是一个水果年呢。网络顶悬当然我是并无讲调工摆，互大家看到生做啥物型吼。三不五时，阮若甲来宾，比如我进行访问，即个电视创新新的选貌有做伙翕相吼。那做伙合影，阮其实嘛是拢会互大家看着吼，所以其实是无要紧，只是讲你若要看着。情感看着本人活跳跳迄款的吼，毋是当作是偶像了。无嘛，毋是讲，只是讲你有个人有兴趣，讲想要当面甲我开讲一下吼，毕竟咱用听的是无法度直接开讲。对啦，这是欢迎啦吼。或者是讲想要听讲我莫透过即个麦克讲台语的时阵，迄款说因为麦克加减声有一寡变化吼，有诶加字啥无一定你认为讲你听会清楚，咱现场嘛拢会使讨论啊，无要紧吼，所以。那甲大家介绍一下即个活动，毋过甲大家先说明者，就是你若敢若想要找说谎子的人吼，就较歹势啊。吼，因为有的人是专门可能敢若要找你，无要找我的意思。安尼嘛，因为即个说谎子，咱金鸡玉晓吼，保留玉节吼，保留玉节。那毋知影意思吼，你着当工亲身来问我伫遮无要甲你做解说吼。咱金鸡玉晓保留玉节吼，所以即个较袂堪你，嘿，较袂堪你安尼搬车啦，搬车就是过年啦，无法哩啦。搬车就是换车吼，就是换来换去坐车去到什么所在较远较长途的时阵讲搬车吼。无啦去吼，看亚特就好啦，阿迪啦，说谎无出现啦，吼，歹势。是，所以敢若我会出现。当然依期吼，依期啦吼，依期即个依吼，当然有个人会念围棋嘛，可以啦吼。但是其實較古早講係講依期吼，對依期咱開講的形式啦，我袂一個人伫遐細念，我無關係一樣細念。所以我會個邀請一個特別來賓吼來甲我開講。咱是啥物人，啥物款的身份，咱就先保持神秘啦。你來就知。是，總講一句歡迎大家來甲我拍招呼。若要找說謊子，就歹勢你就愛失望啊。後屆嘛無一定有機會啦，若莫安尼搬山過年來講，都真歹講啦吼。這以後有機會再來講吼。當然你若無法度到現場，佫想要第一時間聽到我要講的即個故事哦。當講我會講一個甲過年有關係的故事，畢竟是年貨大街嘛吼，辦年會南北市會即個
真有名的所在嘛，吼，所以讲要过年啊，一定讲一个甲过年有关系的故事啊。到时阵你嘛会使到伊即个活动的网站来收看或者收听。我印象中伊敢若是连人嘛会录落来，吼是有影的，毋是敢若有声的。吼，毋过我嘛毋知影，无确定啦。时间啊，你若时间无拄好吼，嘛无法度直播的时阵来听嘛，无要紧。吼，因为我共款会加做一集，伫咧过年前上尾一个拜日来发布。所以你嘛会使照你家己平常时收听的习惯来收听就可以啊。那网站的即个连结网链啊，我会甲打伫咧小notes内底，就是说明的哪位内底，互大家来做参考。大概是这活动，互大家知影一下了解一下。先甲你预告一下吼，欢迎恁的参与。因为拜一的下晡，大家凡是要去上班啦，较无容易时阵，还袂到休困的时阵。应该是买回太太啦、阿送啦，会较济啦。我就是专工经一个较无遐济人的，无大家行来行去，我嘛压力足大的，因为大家生家嘛，电话过年。手艺啊，济，甲你约一个，你著讲个袂赴你。袂，我著哪讲哪开讲，因为伊时间2点钟久，所以我会使2点钟在我讲，我著罔开讲，拢坐碰伊就舒适诶。无嘛起来行行者，莫规个起来讲嘛可以啊，坐了尻川发烧。我到时阵行迄个收音，我都要教诶，足艰苦诶。安尼吼，毋过呢，坐2点钟我若忝呢。系啦，但是时间若开讲了欢喜，讲实在，袂记哩时间哈，对啦。那今日咱即个活动介绍嘛结束，后来过来就正式进入咱即个重点天鹅宴的故事。来天鹅宴，咱顶届敢若讲到伊的剧本，伊的剧本是即个单道贵先生所写的，这真正嘛是叫伊先生吼，真正是确实有厉害。即个剧作家伫咧即个无简单的啦，原本是慢剧，慢剧佮要改成咱的歌戏，就确实有厉害。伊即个故事，天鹅宴故事是咧讲东条金官基地，金官基地的贞观之治。那确实细汉学历史的时阵，应该照你讲国中，是毋是国中？应该都会学着啊。袂记我嘛无印象。这要知遐尼久的代志。即个金官基地的尾记，东太宗，迄个是皇帝上有名的嘛，东条上有名的东太宗，开始兴听迄个歌功颂德。普普坦坦的好听话，当时咧，即个洛阳地方，即个洛阳有当时咱会讲洛阳，有当时咱会讲洛阳，拢可以共款。即洛阳的阳就是漳州腔啦，依然照你讲会讲洛阳，但是拢可以，因为你戏内底嘛是即两个音拢会用来用去。有些都随意啊。我嘛是会对，有当时甲伊的要押韵有关系，有当时甲伊讲的习惯有关系，拢会改来改去是无要紧，大家拢知影就好。即洛阳地方咧，即个汤海生哉，四界拢是会食五谷的即个滇鹅。滇鹅你用华语讲是天鹅，毋是天鹅，天鹅蚕呐。蚕，但是你若是用即个文言的念法，你做起来用一寡文言，滇鹅、天鹅，鹅有带片音。对啦。你比如讲，真侪人咧，鹅就是一个汤字边，佮加一个你我的我，对。你若是即个。查某囡仔，查某尤其较小较有岁的女性定一个女字边男女的女边仔佫一个我嘛是念做鹅，对无？所以真侪人叫做鹅啊，对无？这是就是共款即个鹅，叫来鹅，虽然拢有即款讲法。共一个字就是一个是汤字边，一个是女字边，但是拢是共款的发音，就是有带片音的鹅。对。这洛阳关灵味道久咧，因为即个世界拢是即个汤海生哉拢是滇鹅混进，所以就赶紧请伊顶头上司，也就是即个洛阳都督韦德安，即人嘛真重要，咱家会记哩韦德安来赶到朝廷，要来报灾，伊望讲会使开仓真济，就是真济咱遮的灾民，大家无物件食。所以韦德安就真是赶到朝廷要去甲即个东太宗禀报。当时东太宗即个新的宫殿，所翠微宫拄起好，皇帝甲文武百官就拢伫咧即个翠微宫伫欣赏啊，讲这起好有水有气派，真好看。百官就伫遐争先恐后
报福献水，福就是这个福州的福，哈，这个福是讲嘿是好代志的意思，哈，福瑞哈，就好代志的意思，不是福气的迄个福是福哈，所以报福献水。那么讲些什么倒位啊出现白色的狐狸，倒位啊一丢发香水，哈哈，哦，白讲唔那丢啊把水个发香水呢，就是。咱讲亩产万金迄个意思，就四界拢安尼足丰收诶，什么拢钓时啊，你看奇奇怪怪一寡真，即个基丁异兽拢走出来啊，吼，代表讲即个大同是即个嘿运势偌好安尼，因为皇帝伤好啊，真丰收安尼哈。是，所以为得按一赶到皇帝面前吼，就今日要甲皇帝禀报啊，伊讲启奏万岁，现在洛阳滇吴混集。吼，伊就是讲，伊要甲大家讲，因为做官嘛，讲话较文一些，讲滇吴混集的四界拢是即个，较文雅，产地真侪即个鸭吼，滇吴吼，即个糖咧食物件，伊话还未讲了，皇帝就随讲天吴混集，吼，伊说混唔对，边仔即个杨淑妃吼，伊甲听做是，伊甲滇吴。听做是天鹅，哦，天鹅就是迄个咱讲天鹅伫飞迄款诶，伊边仔一个爱妃叫做杨淑妃、杨淑妃，杨淑妃搁倒参落，伊甲皇帝讲，拄则有几只天鹅飞到咱翠微宫来啊，然后原来就是因为即个洛阳四界拢是天鹅混集，吼，伊本来要讲滇鹅混集。这声不得了迄就是共款咧，听唔对去嘛。跟你共款，东台中跟你共款。吼，金马人听成金马人，金马人听起来敢若足贵气。无讲金马，系啊，金马，金马听起来足贵气安尼。后来这声不得了啊，因为为得咱煞唔敢继续来报灾情，因为皇帝听讲天鹅混集，真得欢喜，你知影想真好安尼。一顿茶高手呢，一顿茶高手差真济。皇帝就想讲，伊就惊讲，这个皇帝无欢喜，伊食罪不起，所以无老实，唔敢讲。你无报灾情，问题是你这为点，你无报灾情无打紧，你搁开始对大家遐报喜，起哄啊！开始乌白山，你知影？就讲伊讲唔拿这个天鹅混集经过不散，而且国富民丰，斗米四文，讲因为。这稻啊拢大出吼，价钱足低，大家拢食会饱呢。嘿，价钱拢真低，大家拢买会起。吼，经过不散就是规个月拢，这天鹅四界拍走拢袂散吼，拢个拢伫食呢。像宜兰前是咱们这个西伯利亚白鹤，吼，这个白鹤吼飞来食，西伯利亚白鹤飞来食呢。吼，迄个感觉到咱敢若一只尔，都顾甲惜命命。吼，因这是讲四界拢是吼，规个月拢无走诶吼。哦，皇帝听到就真欢喜吼，宜兰人讲真欢喜，嘿，皇帝真欢喜。欢喜就讲可见吼，即个为得咱吼你亲情爱民，吼，才真好，即个官做得真好，吼，才会互即个洛阳吼安尼国富民丰，天鹅献水，吼国送伊一块叫做罢官开无义，变吼百官开无，毋敢讲啊，嘿，就是以为众神好法啦，吼，就讲咱的即个所谓大神吼，恁都共款来对伊安尼学吼，就是甲即个所在地理啊真好，但是咧当时在场有一个宰相。宰相官位足大足悬的吼，叫做彭贤龄、房玄龄，当时的大官，伊心肝内就是你想讲，我明明就听讲洛阳到处出汤号，则你想讲要来甲皇帝禀报。即个为得按煞来补一个世界全天鹅，我当若话讲伤紧，恐惊会杀条。要讲嘛毋是，毋讲嘛毋是，是就拄好杨淑妃去互伊想着吼，去甲即个唐太宗讲，咱讲伊爱妃嘛，伊甲即个皇帝讲，皇上我食遍山珍海味，都毋捌食过即个天鹅肉，我想要食天鹅肉啦，开始遮塞奶，是，就爱讲我毋捌食过天鹅肉，皇帝本来个小可会丢毒一个讲毕竟即个吉祥鸟吼，这是好现象，咱甲食掉咁好，即个官场的老狐狸吼，帮贤玲做官做遐久啊，当然真巧吼，伊无放过即个机会，又挑工甲皇帝讲，皇帝啊，即个普天之下所有的生灵，本来就是爱互皇帝你九五之尊来享用的，更何况即小小的天鹅，所以而且洛阳即个所在吼，风景名胜嘛真济，不如安尼，请皇上东巡洛阳，带咱百官一同去游赏风景。到了洛阳，佫会使食即个天鹅，皇帝真正有道理咧。伊讲了嘛，足顺把即所有生灵拢是爱我，互我皇帝会使食用的，无毋对啊。对啊。
问题是，即个皇帝听讲有你即阵拄煞，伊佫去想着讲啊，拄好过2工啊，外国的死神嘛拢要来觐见，咱趁机会来封神一下。以成即个千古佳话，咱来甲点一下。伊就讲好，既是如此，正逢各国死神来朝之时，为得安明日3日之内补出8只天鹅，备办天鹅宴。所以伊用说啊，反正外国人嘛要来嘛，即外交的大臣做一个来，我来办一个即个做来用一个公菜一个互大家感受一下，讲咱大同国力偌好，咱办即个天鹅宴就叫即个洛阳都督为得安拄则来报灾，不能变成报喜迄个。讲来你既然安尼，你当掠8只天鹅，咱来备办即个天鹅宴，3工来爱掠着。我各国大臣过2工要来，咱做伙来去遐你遐来甲因请，来互你请。哇，即声好啊！洛阳是要打来的天鹅，你家己闹开是也无打紧，皇帝阁要邀请各国大臣做伙来食即个天鹅宴。这就是外交危机啊！这无讲我是闹开到外国去这不得了啊！但是东太宗话已经讲出来啊，谁甲讲无即个物件，谁有即个胆，对无？所以为得安嘛，毋知咩啦创啊，只好炸即个罢官开幕的即个仪变，要回转洛阳，无法度毋敢讲，等个想办法嘛。回到了洛阳，就是咱拄着咱即出戏的即个主角，拄则有讲到即个洛阳县令味道酒，味道酒梅道酒，味道酒。伊就已经伫咧这个迎接嘛，想讲一直心心念念等待即个上司为得安倒来接判，想讲即声即个救命的红娘就要来啊！因为就是请即个为得安来去惊城，紧来甲皇帝讲一件代志，讲这个灾情，是像知影红娘毋若无来。代志煞变甲搁较害，搁较凄惨。系啊，人讲顶死官会死低头管本机，为得咱生袂出这8只的天鹅，自然甲这个责任杀去伊的下死味道叫遐去。伊就讲，就是你，就是拢厉害。你若莫向我报忧，我本来是会使高枕无忧。打算互你害一个，有灭族之忧啊！搁较惨嘛，我。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其实拄开始味道叫嘛分袂清楚，想你是咧讲啥？我哪会敢甲你害？我哪有甲你害？甲经过即个为得安来甲解说。味道叫伊怎样讲？伊个天鹅煞无细是无细煞变成天鹅，舞出即出天鹅宴。我等1粒头2粒大，等就害啊！味道叫其实就伫怨叹为得咱讲即个都督啊！你毋着鱼还鱼，虾还虾，你啥若即个水龟甲南参咧？武节即声真大条咧。可能大家较毋捌听过，就是咱讲即个水龟南参咧，什物意思啦？因为鱼还鱼，虾还虾，即咱较常讲，就是一思还一思啦。嘿啦，对啦，对啦。什物代志该分开讲咯。天鹅是天鹅，天鹅是天鹅，两回事嘛。天鹅是天顶伫飞吉祥鸟，天鹅是会将即个5国的海棠。你甲2个甲南做伙，就变成天鹅，煞变天鹅，舞一个天鹅宴出来。所以用即个方式来甲形容，说你啥人甲水龟南参咧，参咧大家较知影啦。但是水龟是啥物物件？你若去查水龟、水龟、乌龟的龟，你去查水龟你定定看到一个敢若怀乳的物件，敢若龟壳的造型即个主要目前拢是即个白铁仔做的，不锈钢白铁仔做的，内底互你底烧水，外口搭一层布以早啦，我用保暖层，咱即卖暖包的意思。其实就是古早的暖包。对，你可能身躯有着安尼，当然外口加一个布啦，无因为伊到尾因。不管是白铁还是其他的即个材料做的因为会烧会伤烧，所以你外口加一层布。但是当然，即个水龟绝对毋是即个意思，甲田内这绝对无有关系。无关系。水龟讲的其实是一款水内底的糖，水底的糖。伊正式的华语的名叫做龙狮。狮就是咱讲头虱迄个虱狮子的毋是狮啊迄个狮，是头虱的虱，虱母的虱。对，有一个即个俗语叫做大不好虱母，就是即个物件。头虱的虱，龙狮龙就是即个飞龙在天的龙啦，龙狮。但是台语习惯即个名这个叫做水龟，因为即个壳小可像龟迄个感觉，细只。
嘛有人讲伊是水底即个迄个物件吼，我讲袂出喙，我上惊的迄个物件。真土呀，迄个嘿嘿嘿嘿，但是伊就是甲迄造型，所以我伫查的时阵吼，看迄橡皮水甲关掉，规身躯去给我配吼，伊生做就成迄个物件，我毋敢讲迄个物件吼。那听讲是已经活过上1年啊，迄款糖，就是台湾世界拢有迄款糖。啊，就是只是讲即款的是伫水底，伊正式名称叫做龙狮，台语习惯叫做水龟，因为拢是伫田河边的水沟仔底、圳沟底一款糖，细只糖、食肉的糖，食其他的糖的，甲产着人，对人无影响，伊是伫水底食一寡糖的尔。伊是生做迄个会飞的迄款物件，我上惊迄款物件。爬起来跳过就树安尼啊！是，即个跳过迄高啊！咱别讲较济。我反正迄个物件，我会惊迄个物件吼，所以现在甲迄足熟诶，名莫甲讲出来，我听过就无爽快迄个物件吼。鸡毛皮会一大堆。迄个物件啦，因为拢是伫共款伫田河边水沟仔底、圳沟底吼，所以就讲。迄个做水龟哦。嘿，有一款糖，有一款糖，甲伊生做成诶做水龟吼。即个物件甲田里其实完全无共款，只是讲因拢是伫田河边，我拢活伫咧田河边，所以毋则讲你啥若无鱼环、虾环，所以甲水龟甲人掺咧。安尼我了解咯。那其实另外一款话啦，你嘛会使讲你就是后遐准饭咧，后遐逐个还佫小可知影，就是会使较水诶物件。后遐意思就是补啊、拍打去测评较水。你若是无生活伫海边仔诶吼，海边仔诶人就是用补啊来拍打可以吼，但是后即个字吼，其实是款动物，做华语嘛做马蹄蟹嘛做虎。但目前金门吼，伊咱人讲金门啦，就是金门吼，金门海边啊，佫有佫一寡，就是即款动物，伊诶壳拄好就是迄个形，敢若一个遐后遐迄个形。其实迄个物件就是猴，就是讲即个款动物。伊若死去，迄个壳拄好迄个造型。做糖啊较水。嘿，就是说猴遐。猴遐。饭类当大家较毋知影吼，较早若洗米洗好吼，咱即个用饭类就是甲有空诶物件，就敢若台仔吼，较早是竹仔做诶，对无吼，较早竹仔做，连甲勾起，到尾较接出现就是白铁啊啦，对，阿鲁米啦，阿鲁米嘛有。对，就是甲起来，甲即个饭起来，米饭起来，甲水互流掉。对。所以一个会使较水，一个是专工甲水糜互流掉诶。所以后遐准饭咧就是较水，一个是迄个较米诶啦，较饭啊。是为着要互水流出去，莫流伫内底。所以两个用途完全无共款。所以你若会后遐甲准饭咧，所以共款意思。你着水龟南餐咧，后遐准饭咧，共款意就是个意思。甲大家介绍者，所以知影讲即个。内底有非常非常之济即款诶，咱讲毋管是个客家话，或者俗语，或者是伊家己创作诶，但是做了非常之白，非常之水。即款诶事，啥咱我要介绍即个天国人即出戏啥呢？讲倒来，咱即个味道酒伫万滩为伫安吼，毋管咱怎讲，即个工课就落伫即个味道酒诶头壳顶啊，伊诶形象啊，而且。因为皇帝要东巡洛阳，伊讲要来遮看风景名胜嘛，所以伊佫命令味道酒爱甲城内去遮难民拢总赶出城，不准因伫街仔路乱扫。所以才袂去互皇帝看着嘛。啦，遐个较艰苦诶，像去食啦啥呀，尤其咱拢袂使出现。咱讲洛阳即个时阵汤害成灾，逐个拢无饭通食，所以佫较济难民，佫较济去食。难民啦，难民就是难民，遮诶人毋通互皇帝看着。本来味道就是想讲，叫我做遮个代志，无安尼啦，规气我即个官莫做，好无？我都免管了嘛，但是为着咱当然无遐尼简单放伊煞。当然咯，你也即替死鬼嘛。伊就甲即个味道酒讲，你甲我亲像乌鸦伏伫咧牛骹，我飞袂去，你嘛走袂离。坐工准则啦，咱就是反正咱是坐工正准啦。你若无照做，你就是抗命不准，这就违抗皇帝命令。这就毋是讲你要做歹做问题啊，毋是讲你时光都无代志啊。咱这白做伙你就是爱抬头诶扛诶代志啊。拖拢拖袂惊啦。限你3工内爱掠着天鹅8只，不得有误。所以味道酒心内想讲，我满心之目接风牛，打算参加即个无佛堂烧香。所以你看内底有真侪真侪即款道具啦，真侪即款诶真趣味诶话。文书啦。
伊的这个用词实在是非常之厉害。这都敢若这个咱讲低阶主管啦，吼，就是甲现代嘛是共款，定定安尼吼，真侪迄落可能你做甲一个主管，一个什物组长伫公司内底，问题是你这个公司内底吼，即个组长你嘛管袂顶当下骹的人，顶悬交办代志佫袂使无做，吼，叫你中做，咱讲夹心饼干，歹做人，迄落感觉其实。为同调甲单无，共款拢有啦哈。虽然是写同调的故事，其实甲单嘛是无啥物无共款。对啦，这人性嘛，人性啊。好，这个已经参到无佛通烧香的味道酒吼，到底是要安怎去找着香来烧？这爱来家问家看，了再个家研究一下。是，因为咱的这个时间有限吼，我希望讲这届这个天高宴，这届就是差不多半点钟左右。当然，咱头前拢会开讲落长啦，这加减拢会。所以事实上，这个每一集讲到的这个量有限啦，可能10几分钟20分钟左右。但是希望互大家慢慢去这个慢慢消化啦哈。因为这内底每一集咱内底用到的这个词吼，这特别的物件拢会真济吼，所以希望互大家。安尼凡是你需要听到2遍、3遍，才会较了解到底我伫讲啥。当时可能会无啥了解，或者是讲这个意思我可能佫需要佫想一下。所以既然咱天高宴吼，咱就莫像过去讲长度做甲遮长，差不多以半点钟为准啦。互伊每一集的即个数量吼，即个咱讲的物件无伤济安尼。这天高个宴吼，我咧讲到袂好势，天高个。天高宴，确实是真好看，我看足侪遍啦。我真个，因为像拄则你伫讲吼，我其实无注意遐尼济啦，包括伊迄个文字吼，所用口语来唱出来、讲出来吼，迄感受完全无共款。而且你来讲吼，咱个迄个临场啦，讲临场，敢若是讲迄个人伫现场啦，现场看演出。来直接讲临场足奇怪吼，现场看诶吼，迄吼真是有够赞诶啦！希望讲大家有机会真正去看啦，因为尽量啦。伊拄做了嘛吼，我有去看人伫现场看，当然伊毋是上当初时诶版本，但是嘛拢差不多啊，无差足济所以迄个感觉嘛是非常之好啦。当然国较画面一定是愈做愈水啦，包括服装因为咱当讲即个已经因为即个天高宴已经做30年啊，所以我即届即个系列即个迄个即个连续几落集，做几落集，我的开头拢是写戏开天高宴一演30年，就是一出戏做30年的即个天高宴其实长久以来。伊每一遍的演出其实嘛拢有自己所调整，主要就是伫即个视觉的，包括服装，包括着舞台，拢有做真侪无共款的变化去呈现。比如讲，拿以东北份即届的演出来讲，伊的即个上特别的所在，就是伊衫做甲真水，过来就是伊舞台，戏式舞台做甲嘛真好安尼，这是伊较特别的所在。因为着时间上拄有一撮。都较袂拄，咱着今日先暂时安尼。无希望讲甲伤长啦，互大家安尼无法度好好去了解内底内容。但是我要说个提醒一个，即个阿斌啊，阿斌你好，呼叫阿斌，呼叫，你麻烦你啦，有在听。或者是毋知是妈妈伫听诶无？妈妈你诶即个87岁即个妈妈，87岁诶妈妈，恁囝若好做阿斌诶吼，你甲讲一下吼，叫伊来听。对，放互你听吼。阮是无袂晓诶啦吼，就安尼哦。对，会记你来老话甲阮讲一下，互阮了解一下，讲你当个有伫听无？若无伫听都袂知影。对啦，我对想着啦，甲伊讲一下嘿啦吼。佫讲查囝迄个吼歹势啦，安尼有你麻烦你老话啦吼，安尼你有啥物代志直接甲。即个 Clubhouse 店馆的即个大神士吼，艺名大神士的昵称是啥？叫做大什么嘢吼？我想讲，因为我毋知你有要互大家知影无，所以我都是赶快直接甲你讲你的专，就是原则上就维持即个反正我相信你会知影啦吼，就是你若既然你讲全部听了啊，应该是相信刷落来听了，我相信刷落来嘛会有继续听啦吼，所以就嘛欢迎你若有啥物意见指教，拢会使留下互我所以来大家若对即届故事吼，无讲介长吼，因为我敢若讲一部分尔，咱一段一段来吼，来有啥物款的想法嘛？欢迎你听了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 来留下互我，是 Spotify 使拍星啊。
你若是用 Apple Podcast 或是即个 Spotify， 麻烦你刷动你宝贵的手指头啊，来甲阮饲一个5粒星，互阮一个即个鼓励，互阮一寡鼓励，吼，要写这个真正真辛苦，我今日写到透早2点半，我困都困无够。另外嘛，因为这出戏对我来讲真有意义，所以希望讲真正好好介绍着啦，所以你写稿顶悬嘛会特别认真。另外当然你嘛会使到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来找出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那咱今日就到这咯，拜拜。